大家早早，欢迎收看2月初2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立法院新立委昨报道，也举办正副院长的选举。即马哪力白赢3党是全部拢甲即个票点红看，防止走票。正副院长落尾是经过2轮的投票，确定是国民党的韩国瑜甲江启臣。也那民进党尤锡坤是无法度连任，所以宣布辞掉立委，互不分区的王正旭甲报起来。于事理事成，恪遵国家法律，尽忠职守。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宣誓就职。新科立委2月初1正式报道，正副院长的选举在哪力白推出人选的竞争之下，终于尾由国民党韩国瑜选调院长，江启臣做副院长。国瑜深知肩膀上责任重大，过去4年他担任立法院工作，可以说认真付出。院长的办公室啊，院长的官邸，也可以提供给尤锡坤院长来使用。尤锡坤连任失败，虽宣布请示民进党无分区立委，会由无分区名单内底王正旭来补。尤锡坤讲，进前都甲党主席赖清德报告过，院长连任若失败，会甲立委的职务让予后进。之前事实上就有决定，元月19号正式去跟他报告，因为他是他提名我当顾问区吧。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在这方面司法有院长，替国家做一些外交上的努力。那也期待我们这个新的院长言所该言，做所该做。早起举行院长的选举，头一轮韩国瑜摕到54票，尤锡坤51票，黄珊珊7票，无人摕到过半的选票。进入第2轮，为首韩国瑜以54票赢过尤锡坤51票，当选院长。不过头一轮有一张无效的票，引起大家议论。原来是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因为投票的时阵手去勾到印色，搁去勾到选票，为首主席认定是无效的票。我们简短说一下，就是小崔已经发出声明了，谢谢。那你会自己退吗？是很明显盖在黄珊珊上面，可是旁边是有一个那个红色的污点，那这些东西可以判断根本不是蓄意的作迹哈。民众党团副召集人黄珊珊嘛表示，这是一个小小的疏失，未有动机的处分。也那下晡举行的副院长选举，民众党派刘启凯来竞争。头一轮江启臣摕到54票，蔡其昌51票，刘启凯8票，同款是无人过半。进入第2轮的投票，终其尾江启臣以54票赢过蔡其昌51票，当选副院长。正副院长的选举，哪力白拢有技术性欠票，就是要防止有人走票。也那民众党团伫2届的第2轮投票，因为无因迄党的候选人，所以拢选择无参与。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第11届立委昨报道，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林月琴，伊强调离校权益法甲学生辅导法拢会是新的会期优先的法案。也那国民党的立委齐卡心，伊是强调诈骗一定爱受罚，爱加重刑责。也那民众党的立委吴春成，伊是讲未来一定会来推动高龄化甲少子化的解决方案。第11届立法委员当选人伫早起宣誓就职，立法院也铺红地毯迎接。国民党的台中市边地原住民立委黄仁抢了头香，还阁伫咧联防背板顶头签名，院方是赶紧甲伊撤掉，因过希望会当看会出分量。非常抱歉，无心插柳了哈。那以为说我们新科立委或者说连任的立委在这个背板里面可以签名的。伫行红地毯时阵。北主的马拉县市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郭玉成，带局长的黄中兴主任叶明志陪伊入场。也那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排第1名的林月琴，伊长期伫咧做离校相关的非营利组织，早起也看小朋友制定行红地毯，表示离校权法、学生辅导法拢是新会期的优先法案。学生辅导法、还有少年事件法跟少年矫正条例，都事实上针对于新北市的这样的一个个案，事实上要去处理的话，都是重要的相关政策跟法令。在教育的议题，或者是在弱势团体他们的一些福利、动保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化产业的问题，这些都会是在我任内当中第一首要的会努力的一些方向。原来国民党的立委当选人齐家兴，伊的目标是要入外交国防委员会，关心两岸议题，也强调这么诈骗正严重，加重刑责是正重要的。诈骗
骗的事情出现呢，已经非常的愤怒。那所以说，未来在诈骗的刑责跟刑度的方面，一定要来提高修正。伫这边是关键少数民众党团8位立法委员，其中吴春成进场2遍，伊带壮世代团队的成员大声喊着“壮世代入国会”，以后将会针对个人化加少子化来杀法案。我的任务呢，主要是要来提出对于高龄化少子化的一些解决方案跟法案的推动哦。吴春成强调，民众党一定会坚持家己的独立自主性，终结纳入恶斗。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1月31日定下过新北、台北甲基隆3个城市的基隆捷运规划报告，按算伫2033年就会当完工通车，总经费是696亿，其中新北市是分担71亿。也毋过，这趁钱也是讲了钱，甚至是这资产持有的部分，即马目前地方还未有共识。行政院31正式核定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报告，一定2033年完工通车。基隆捷运横跨新北、台北、基隆3个城市，为南港到北岛全长15.59公里，拢总13站，其中中树湾到汐止区公所加十东捷运共线，嘛加十东捷运共用社后机场。未来往回基隆、台北的通勤族，会当伫南港站转坐高铁代替，也当伫南港展览馆转坐文湖线加板南线。能够让地方的建设往前迈进，持续的推动，而且中央能够核定，我想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不分哪一个县市，我们都乐见这样的进展。蒋万安也希望向中央争取更加侪经费，减轻等政府的财政负担。基隆捷运总经费696.89亿，中央负担519.98亿，台北市分担57.54亿，基隆市政府47.92亿，新北市政府是分担71.44亿上济。不过是趁钱也是了钱，这个款式也甲资产持有地方也无达成共识。新北市也会负起兴建以及未来如何建构跟台北跟基隆营运的方式。当然，这当中涉及到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分配，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沟通协调，大家一起合作。捷运的营运盈亏我个人是不主张由基隆来负担这样子的亏损。我们负担建设已经喘吁吁了那营运的部分，希望中央跟新北老大哥多帮忙。不过，行政院通过的基隆捷运路线，敢若北斗车站并不延伸到基隆市区，学者认为无法度服务7成基隆人的基隆捷运，应该思考效益。没有进基隆，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这样值得吗？那未来营运的亏损的部分，那这个更是长期的一个负担。那谁要去负担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进到一个社会沟通，那就来决定这件事情。学者提醒，无论是基隆捷运还是中捷绿线，拢对代替当地平行路廊造成竞争关系。政府应该谨慎通盘评估需求性，整体规划轨道建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北部甲东北部这个气温会加较低。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金门、甲马祖，甚至是西部地区，甲昨同款，拢是大蒙雾的。马祖甲桃园能见都是剩无200公尺。伫个气温方面，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各地低温差不多是17到19度，比前几天有加较凉冷。也若食方面，北部甲东部的水气有加较高，所以会落11雨。其他所在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明仔载开始，这天气阁会转烧热，也毋过伫咧过年进前，也就是后礼拜3的时阵，可能阁有冷气团会来报道，所以台湾的北部甲沿海地区可能会降到剩11度尔，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资讯。另外，咱要来看中国出现全世界头一个人类去感染到新型 A 型流感 H10N5 的病例，而且这个人佮同时去患着季节性的流感 H3N2，这个个案是发病2礼拜了后就来死亡，这是真罕见2项拢有去感染到的病例。咱的疾管署是表示讲，即马爱等世界卫生做一个评估，知影这个 H10N5 风险，才来做出应变。所以目前是依次安徽甲浙江是第2级的旅游警示，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
最近咧去中国民众爱注意，因为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去感染到 H7N5 病例，个案是安徽省一个60多岁妇女，去年11月底破病，因为病情持续恶化，转去7天性治疗2礼拜，也是不幸伫去年12月中死亡。个案检体当时验出季节性流感 H3N2，也甲新冠性 H10N5，简称新型 A 型流感，这还是罕见的混合型感染地区病例。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的话，是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啦。我们这边是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当然据我们医学专家是表示说是有可能这一些的严重度会增加2到3成。疾管署表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这个个案密切接触者拢无破病，而且检验是阴性。后续也佫有待世卫组织正式评估 H10N5 传播风险，也甲疾病严重的程度。不过感染科医师是烦恼，动物的流行感冒大部分是袂危害咱人，不过若是发生基因突变，未来真有可能会亲像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万一它感染到比较多人之后，它的基因又改变，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或者像新冠肺炎，这个传染力这么高，然后它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那就会是一场灾难。疾管署是讲，目前也是维持安徽浙江市第2级旅游警示，提醒民众去当地爱加强防护，并落实莫接触禽鸟、莫生食禽鸟卵类，也是伊的制品等原则。另外，这礼拜新冠加流感疫情会进入最高峰，国家春节人丁南来北往，过年后也会有第2波高峰，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爱挂喙安，并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个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面册甲Meta执行长祖克伯昨伫美国参议院听证会顶头，针对社群媒体对囡仔不当的影响，公开甲受害的家属回实例。联合报新创科技前董事长马英玲受人指控讲买卖 IC 面板甲化妆品煞来报假销，所以调查局除了约谈马英玲，佮找现任的副总经理甲其他主管去问话，落尾是以违反证交法定罪送台北地检署复审。中国时报明阳工厂大火伤亡是真惨重，今麦经济部修法要求厂商伫定期申报以外，佮爱动态申报，也就是讲，虽然讲已经有报过，也毋过若准这个危险的物品使用量有增加，就爱伫10天以内完成申报，违法上重会罚500万，对今年6月开始实施。另外，咱要来看到桃园市艺文地区昨下晡有警察甲嫌犯相掠，有一个姓郭的这个诈欺犯，伊为着要闪警察，所以走去单行道刷甲警察车来相弄，落尾是造成4个警员受伤。在下晡桃园市艺文地区警匪的受伤，桃园市警分局东安派出所员警下晡2点14分，经过经国路甲大兴西路口，发现姓郭的通缉犯赛车经过，马上约着追查。姓郭10人发现后边警车加速逃走，员警马上通报拿沙围捕。姓郭10人因基本自己驶电导向，报住所环境连胜权甲王浩慈驶警车伫东吉路街甲基本自己口拿沙。姓郭10人无停下来，直接冲撞警车。车顶2警察小可切伤，姓王的员警阁有小可脑震荡。受伤之下，由员奋勇向前拍车窗，将姓郭10人拖入车押解逮捕。该名男子因案发布通缉，本所员警于查缉时，其拒绝配合，驾车逃逸。本所员警立即发布拦截围捕，其驾车冲撞警车，员警上前破窗，将其逮捕上铐，全案解送归案。围捕的过程总共造成东安所、保住所的4个员警受伤，其中姓王的员警有小可脑震荡，另外3个人是切伤甲玻璃刮伤。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去派出所关心受伤的员警，佮发慰问金，向员警爱好好休养。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7月，有一只白鎏级的货柜船发生沉船的意外，600多的货柜伫大海浮浮沉沉，是影响到航道，甚至也交歹希望啊！昨高雄地检署侦查结束，认定这个货船的执行长甲本地的船长，这两个外籍人士有暗藏的嫌疑，涉犯公共危险罪。也毋过因为这两个人拢无到案说明，所以落尾是发布通缉。一站一站的空货柜拢是对海上浮起来的，停伫南城计划区和高雄港务公司因的场域内面。去年7月后半个月，白鎏级的货柜船天赛轮船身入水出去沉船，空货柜线伫高雄外海危害航道，漏雨嘛去影响附近的渔船。船头还去靠背靠线呀，可能伫咱的运搬的航道后。高雄地检署伫初一侦查结束。天赛轮对大连港出海过灯港，货舱就入水。中国换船长和船员，新泽区的船长是无法度阻挡沉船的发生。认定原船长索卡和天赛轮的执行长涉嫌暗砍船只的状况，涉犯公共危险罪。但是两个人无到案，决定发布通缉，至少27年。为就部分案情仍需待2名被告到案说明时，能进一步厘清。但是2名被告均在境外，且无从合法送达，故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发布通缉。为了处理天赛轮伫高雄外海造成的损害，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是找人到河落入去海底的货柜，甲船的油抽掉、含船体切掉，加上渔业处接到的24案，10个只渔船的损害，甲达清理和救偿的费用已经2亿外。目前已委任律师事务所，也正持续办理并研议对船东以及 PMI 保险公司求偿的最合适的后续的因应做法。这两个涉案的外籍人士互通缉，敢会造成找无人赔钱的状况。高雄港务分公司讲，已经委任律师来求偿，会当后壁结果出来才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欧盟27国即马总算是同意要设置4档500亿欧元的基金，要互乌克兰来使用。本地反对的匈牙利即马嘛总算让步啊！也那乌克兰最近是公布一段影片，讲有一只罗西亚的军舰伫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乌海，互乌克兰的军队甲崩了。欧盟27国领导人初一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参加临时高峰会，其中一项主要议程就是处理互匈牙利抵制卡关几个月援乌基金。会议开始1点钟就传出好消息，27个领导人全部同意50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The last time a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was held, credibility of Europe was at stake, and we all together strengthened that credibility. The EU has proven that its word matters and its promises work for the interests of entire Europe. 这摆通过乌克兰机制，以4年500亿欧元做上限，其中330亿是贷款，由欧盟预算提供担保，另外170亿是免息的援助。透过说乌克兰杜比的方式来管理，匈牙利原本倾向每年进行审查来交换条件，不过后来选择让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这协议对美国发出信号，提供乌克兰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Vermutlich, ich habe es nicht genau recherchiert, kürzesten Gipfel, den die EU jetzt seit längerem hatte. Und das ist auch schon eine Erfolgsmeldung, denn in der Tat haben wir uns in den letzten Tagen und Wochen. With this agreement, Europe stands united and is well equipped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other words, today Europe got stronger. 乌克兰情报机构才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乌军无人机伫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乌海摧毁一只俄罗斯军舰。伫这场24个月俄乌战争，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系列破坏性的攻击，互俄罗斯敢能收势。不过，路透社无法度核实这段影片的翕的日期甲地点。公司新闻电非常便宜。英国外相卡麦隆表示，讲伫加沙走廊停火了后，就会正式成立巴勒斯坦国。另外，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个攻击案，美方即嘛是制裁4个以色列的男性，显示美国对以色列是愈来愈不满。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7日访问黎巴嫩来湾河地区紧张局势时阵表示，英国未伫哈马斯一员伫加沙时阵认可巴勒斯坦国，不过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领导人继续谈判时阵，英国都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Britain,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would recognise Palestine as a country and recognise Palestin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at I'm saying is, of course, that can't come at the start of the process,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e very end of the process. 这话事实上是将第29的一场演讲所讲的佫讲一摆。卡麦隆表示，朝向解决问题事态正做佫较真实的时阵，这就是应考虑到的情形，互巴勒斯坦人有走向佫较美好、有家己国家的未来。英国、美国甲其他西方国家支持两个方案，也就是伫约旦河西岸甲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并存。不过一直无实际谈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拒绝接纳巴勒斯坦国建国的存在。美国拜登政府是制裁4个互人指控参加约旦河西岸吞并区暴力活动的以色列10个人，这显示美国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政策愈来愈不满。Is this a signal to those officials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o openly support and facilitate such violence, including Itamar Ben-Gvir, who supply the weapons to these people who perpetrate? It's a signal to the whole world how seriously President Biden takes this violence against the settler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北京声明，这个命令是对攻击或者是恐吓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夺取因加沙人实施金融制裁甲签证限制，主要是促进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甲安全。以色列表示，这制裁无必要。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伫任何所在，拢会对所有违法者采取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年头一场欧洲峰会2月7日来举办，是针对这个欧洲农民想要放任环境监管的诉求。目前欧盟是暂时无评论的，所以这是引起各团体的抗争。伫个比利时的农民是甲规个农用的机驱车队透煤驶入去布鲁塞尔，打算要伫欧盟总部外口继续抗争。一只的铁牛仔伫报名驶入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区，甲车路挡条的，互部分的交通袂顶袂动。伫今年度头一场欧洲峰会开始进行的几点钟，欧洲各地农业团体拢增加抗争的力头，要求欧盟领袖多重视农民的诉求。We are here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all the people. We want to be sure that we are heard. 欧盟去年通过新的环境监管的政策，要求农民遵守更较严格的生产标准，确保生物多样性，嘛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不过，面对欧洲通货膨胀、燃料甲农业原料的计销起，新的建造的方式会增加生产成本。有的欧盟的成员国也阁减少补贴，互袂少小规模的农民是叫要制裁袂掉。Because of post-farm gate costs, so things like energy costs, things like wage rate appreciation, other sorts of things, that were affecting every step of food processing all the way to the retail shelf. 另外，欧盟按算甲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农民团体批评讲，国产的农产品恐惊无法度甲真俗的进口商品下价竞争。On ne peut pas aujourd'hui avancer avec, en disant on va importer de la viande qui vient de Chili en l'occurrence, ou de Nouvelle-Zélande, qui ne répondent pas à nos normes. 目前伫欧盟主要的农业国，有的政府已经接完对农民不利的新措施。不过，铁牛仔车队的抗争要持续咧拖。比利时农民嘛计划伫欧盟总部外口展开示威。若这届欧洲峰会，欧盟会修订列明的预算，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金。暂时无甲欧洲农改问题纳入议程。公司新闻杨干编译。意大利威尼斯一年一摆的嘉年华会，即嘛是长咧举办，为着要管制游客，所以今年4月到7月，官方会针对来佚佗一天的旅客收5块欧元的入城费，而且佮要求讲要事先伫线顶登记。
今年威尼斯嘉年华是以闹热的红尾船水上游行来开始，尤其是以整个正水的造型和面往现身，增加罗曼蒂克的气氛。不过，这摆嘉年华是免费入场，但未来是无一定啊。为了避免伤侪游客对环境造成负担，威尼斯当局决定要管制观光人数。对今年的4月25开始到7月中的每一礼拜6礼拜，拢会实施算1天的收费制度。入车游客爱65欧元，差不多台票170。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because it's getting busier and busi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here in January and I couldn't believe the crowds yesterday. So if they have to start paying, then 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不過，有的遊客認為講收這種入車費，就敢若啉外納稅，並無公平。Yeah, it's ridiculous because you earn the money with the tourists, so you can't get the money before they spend the time. They discover the city. Before they discover the city, you can't pay a tax or you can't pay money. That's not logical. 虽然讲民众的反应无同，但威尼斯这个收费制度已经开始运作。目前在官方网站预约登记的旅客已经有4000人。因入资了后，迄天只要扫特定的 QR code， 就会当出入威尼斯。当地居民虽然讲入城唔免预约还是付钱，但是民众烦恼讲新的规定，恐惊互民众无啥嘛会无方便。Allora, secondo me semplicemente può essere un problema per tutti quelli che abitano appena fuori di Venezia e devono venire qua e magari hanno parenti, devono organizzarla bene sta cosa. 威尼斯政府讲会看状况，对这项是严惩的措施来做调整。无遵守规定的游客会罚款50到310欧元，差不多台票1700到10500块。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德国各地机场安全人员因为不满薪水甲加班费上过价，所以发动大罢工。境内11座机场至少取消1100个航班，有几廿万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劳资双方是按算后礼拜继续协商。美国国会甲委员会今仔日要公布中国人权的审查报告，而且也会提名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甲中国维权人士柯志英等等4个人去选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要来肯定因对人权的付出。中国2月7日开始取消 M503的航线，即马航线会搁较倚近咱的海峡中线。美国国务院是真关心，强调讲反对任何一边改变现状，要求北京要停止对台湾军事、外交甲经济的扰乱。另外，咱要来看到美国有2只军舰甲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伫个菲律宾海来进行联合军演。美军是表示讲，这两国伫咧进行海上甲空中行动的时，中国就有派间谍船来收集情报。另外，美军的军舰雷军号停伫日本的基地，这也是2冬来美军3只防空母舰头一届出现伫个第一岛链。学者是认为讲，这是美国向中国甲北韩来展现实力。美国强化伫印太区域的影响力，最近和日本伫菲律宾海开始联合演习。美方大阵头出动2只航舰，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罗斯福号航舰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这舰艇做伙。美国海军第7舰队讲，美日双方加强海上的通信行动、空战行动和下甲板的飞行行动。日本海上自卫队讲，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力量，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引起中国的注意，派间谍船来侦搜。Look, the tensions in the Indo-Pacific,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our alliance, the capabilities,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to talk about. 另外，美军另外一只航舰打击群雷军号，目前停伫美军刑事核基地母港。这是2年来美军3只航舰第一摆做伙伫第一岛链，外界解读美国向中国和一直发射飞弹的北韩放出黑警的信号。同时有3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区域活动，那表示说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嚇阻力量呢，再加以强化。那美国海军是说这样子可以足以嚇阻这个中国或者是北韩在这个区域的可能的这样的蠢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因应中国犯台有可能来放燃油补给和加油船，和军事后勤的弱点风看现现，决定要增加补给中心，包括澳洲设立新的军备库存。或者讲，俄乌战争的启发，就是弹药的收藏量真重要。
在第一岛链上这些基地，好像包括在这个加索纳，包括在日本那个他们都有当然都有弹药库存，然后彼此跟这个日本自卫队也有一些这个弹药上面的互相支援性，但是它很可能都会这个容易遭到这个摧毁，像关岛啊，或者是未来的天宁岛之外，那可能在这个澳洲这边呢，强化它的这个部署也可能非常重要。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进前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会谈，讲到东海、南海、台海的议题，美俄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加强和日本这区域盟友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史瓦蒂尼外交部长戴伯利甲伊的翁婿来访问台湾，昨是由咱的副总统赖清德来甲接见。演说的时，赖清德有讲到戴伯利就是史瓦蒂尼新政府头一位访问台湾的内阁部长。这赖清德是真感谢史瓦蒂尼定定为咱台湾来发声。也那戴伯利伊嘛恭喜赖清德当选总统，讲就职典礼一定会到位。阿秋第二，副总统甲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初一接见史瓦蒂尼王国外交甲国际合作部长戴伯利甲伊的翁婿。大使建交55周年，史瓦蒂尼去年组成新政府，戴伯利是新政府头一个访台的内阁部长，真有正面的意义。赖清德感谢史瓦蒂尼伫国际场合真侪解为台湾强烈发声，显示大使关系真稳固。戴伯利是当面祝福赖清德当选总统。不仅是国际合作的好伙伴，更是情同手足的一家人。本人为两国长久深厚的情谊感到自豪，也深信两国双边关系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将持续深化紧密。This is the end result of an election that was tightly but fairly contested, and the ruling party secured a third consecutive term.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elect. 戴伯利讲，史瓦蒂尼绝对会缺席520总统就职典礼，也会持续协助台湾争取国际认同。戴伯利即届要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签署两国外长联合声明，搁再声明大使两国坚实的邦谊。针对中国打压咱外交，南太平洋友邦图瓦卢要组成新政府，敢会影响台土邦交？前图瓦卢总理索本加，也有现任图瓦卢总理纳塔诺，拢搁再声明挺台湾甲图瓦卢邦交的立场。土国总理和相关政要的发言，已经呼应了外交部先前的说明。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当选人都与我方互动频繁，立场友善，并且支持维护两国邦谊。针对纳塔诺表示，大部分新科国会议员支持甲咱的关系，外交部是回应，代表大部分国会议员拢关心维护两国邦谊，也会持续关心图瓦卢选后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昨公布，去年劳动基金整体收益是7194亿，这是历史上悬的纪录。另外，新制劳退基金的收益率是12.6%，预计有一个劳工平均就会当分红超过38000块。也毋过，劳工团体是真烦恼讲，这基金的规模会愈来愈小，而且也会有破产的问题，所以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办法。劳动部公布整体劳动基金的运用绩效，去年包括新旧制劳退基金、劳工保险基金等基金规模6兆349亿，投资赚超过7000亿，收益率是12.8%。其中新制劳工的雇主提拨6%退休基金，收益率来到12.6%。列作以1251万的有效效户计算，劳工平均分红超过38000块。薪资的部分其实是创成立以来的新高，去年国内国外大概收益各半，股票的部位确实会比较高。其中关系劳工退休金的劳保基金规模8729亿，收益率14.44%，也创下历史第2冠。虽然投资有真好的成绩，不过劳团更较关心渐渐萎缩的保金。劳团指出，目前欠达到13条，可能会伫2028年变0。另外，就算收益率更较悬，嘛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2028年如果劳保基金就归0了，那收益率100%也没有用。
因为它还是零。劳团比较关心的，也就是劳保的这个基金，也就是母金，如何能够让它扩充。劳动基金有趁钱，年纪差不多60岁的退休劳工会当得到好处。不过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指出，这笔钱对在职劳工来讲，看会到吃袂到，只是变动的表面上的数字。面对劳保基金了钱，劳团认为，不管是继续提拨基金，采用其他合并的方式，也是用其他的基金增加税收来补助，目前方案真多，呼吁政府提出有效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旧年过年咧要到啊，即摆有真侪人拢会选择去日本佚佗，要去日本北海道甲东北地区等等10个特定机场的旅客，对2月7日到2九，第当先伫桃园机场办境外的有限通关。昨是施行的第一天，有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利便。桃园机场候机室，日本入境检查员当日替要去日本的旅客进行预先通关入境审查作业。台湾旅客飞到目的地，只需要搁再确认身份，第一了后就会当快速通关。入境事先确认措施上路头一天，旅客拢感觉真方便。还不错吧，就蛮方便的。现在去日本人很多啦，所以如果去那边现场用的话，通常会排蛮久。如果可以省一些时间的话，还不错。方便啊，就是按指纹跟检查那个入境的一些单子，很方便，很方便。那你大概花多少时间？1分钟。农历春节伫要到啊，未少民众安排出国，因应春节旅游的高峰，桃园机场甲日本政府合作，推出带入境机场事先确认审查作业，让旅客去日本前，利用等待登机的时间，先进行护照的确认、面部的翕相，也佫有指模的采集作业，大大缩减到日本机场等待入境审查的时间，加速完成通关。10个机场，12个特定航班，在1个月的期间，我们预计可能会至少有超过6000名的旅客能够得到这个服务。桃机公司表示，只要符合前往日本短期停留的旅客，包括囡仔，只要有登机证甲护照，拢会当伫桃园机场申请日本入境事先确认。目前日本方面提供办理境外预先通关的机场，除了函馆以外，也有旭川、秋田、仙台、花港、山形、福岛、新宿、小熊、高雄等10个机场。那日本入境预审作业的流程时间是2月7日至2九。记者综合报道。伫国道1号落南的岛南路段是定定发生事故，所以国道公路警察就伫246.6公里的所在，无定时使用这个非固定的测速翕相设备来抓超速。也毋过，这外观看起来煞亲像是一个变电箱啊，引发民众真大的批评。铺设的变电箱设伫国道1号岛南路段边啊，汽车为边啊一台一台驶过，驾驶人袂特别注意。不过，之前有网友伫社群公布，这是国道警方的改装术。变电箱内底不定时有藏测速翕相机，下骹原来有人留话批评国家伫抢钱。实际询问国道用路人，大部分拢认为变装无必要。我有看到这影片，这个真的太傻了，太瞎了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到这样了。就伪装成这样啊！原本该有的一些设计，而不是说可能伪装成一个什么变电箱这样子，那会导致用路人会有混淆的一个状况。这样，国道警方证实，针对岛南路段最近发生真侪件严重事故，所以设一个固定式变电箱，会无定时伫内底放非固定测速翕相设备。地点就伫国道1号路南246.6公里的所在，而且翕相的地点头前900公尺，有明显设警方以测速处理标志提醒，一切拢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至2条第3项规定。采用非固定测速照相设备，令公务单位亦以该路段测照点前方900公尺处，国道1号南下245.7公里处，明显设置警52告示牌。比起传统俗称三角架，也就是移动式履带测速设备，驾驶较好认。不过，国道警方采用变电箱的外形，引起民众的不满。警方是讲，超速40公里以上，会当以道交条例罚上悬36000块的罚款，当场禁止驾驶，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呼吁用路人依照速限行事。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是旧年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中央路永贵是专门咧卖农药甲菜栽的所在，当旺的时阵上济有20多间，即马时代已经改变啦，所以目前敢若剩2间尔。其中的新兴农药菜栽行最近是重新设计再造，互这间老店有成功转型。来到新竹旧城区的中央路，不少老新竹人对这充满记忆，尤其是做餐人。若要买农药掺菜栽，一定拢会来到这。上济时有20多间，后来时代改变，即马搁咧卖店家只剩2间。这卖菜栽吼，敢若迄时机若到吼，袂输迄菜大菜市的，很热闹就对了。其中，这间新兴农药菜栽行1920年成立，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近透过相关再造计划，甲店面重新营造出无同款的风格。目前把已经到第5代继续来经营。到国外去，尤其像日本，他们那个商店让人家就觉得，不管他们卖什么东西，即使是卖米，好那种小杂货，你就会觉得他那个空间那个容器都让人家很吸引人。对，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觉得我们种子很漂亮，五颜六色，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有像日本购物的那种感觉。小时候印象就感觉。要摸泥土，觉得有点脏脏的感觉，对。然后后来接触到植物这一块，我会觉得种植物的那种成就感很特别啦。头家讲，经过改造了，确实吸引真侪新的人客，经过店面的时，较愿意停落来看。未来也希望旧城相关会当恢复过去的风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两面就要过年啊！这成大台文系参台南市文化局来合作，办台湾年文化的交流活动，让学生去社区行踏认捌春联的文化。另外，这学生嘛家己来传春联，结合这个年节的风俗甲母语，甲民众做伙用白话字来写春联。规处建各种无同的春联，真有过年气氛。成大台文系参台南文化局合作，头家带学生行出学校，实际去社区认捌春联的文化。唔单单看尔，佮参在地时代做交流。学校伊嘛传济春联，通教大家用白话字写出有台湾气味的春仔。另外伊嘛做吉祥的小卡片，鼓励大家开嘴讲台语，就免费送。日本甲台湾无共款，我写平安。内底写的意思是塞车平安，台语有音无字啦，即摆头一摆看到台语的字了对。先少就是讲，即爱互社区的人、民众，大家人较侪人知影安尼啦吼。嘿，台语白话字伫台湾已经100几年啦，写春啊用写大字的白话字来写安尼啦。台湾过年俗语讲，食红牛粿年头好到年尾，为着互来学习台语的国际生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文化局嘛请业者来教大家做粿。有越南的学生讲，这除了是交流的机会，嘛互因感受到像故乡温暖的感觉。看到讲和越南的做法是无同的所在，这嘛是学到台湾过年的真特别的一个迄个文化。过年过节。吼，拢会买一寡较喜气的吼，像这红菇、红哦，喜气嘛，所以要来拜拜。拜完，大家就是厝内人，大家食平安。这摆台文系初级会话课程，甲学习张协延伸到社区。台文系教授讲，会使互学生甲所有的成果展现出来，嘛参社区做交流，结合春联文化，甲母语推广出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彰化市因为开发有较早，所以发展真侪信仰的文化甲宗教活动。因嘛有全台湾唯一管理庙事的公务机关，也就是彰化市公所的寺庙室。这站寺庙室嘛有规划展览，互民众来了解民间信仰甲宗教的传统工艺。祭拜用的祭台，各种造型的香炉，阁有古早的乐器，这些文物拢有100多年的历史咯。彰化市公所寺庙室用2年的时间进行彰化市15间宫庙的文物调查，这100年古物即阵当伫咧古越民俗馆展出。一般咱伫咱的国寺庙是看无的吼，所以阮经过2年吼，这文物的普查调查研究，甲非常吼，咱珍贵的文物吼，差不多100几项的文物伫咱古越民俗馆。透过安尼展览，嘛会当带动咱彰化。认识咱这个古城的文化。
中华市伫清朝时代就有设立中华官舍，是台湾头一个用砖仔起的古城。因为开发早，也发展出侪侪个地方信仰文化。有300年历史的开宗第一寺庙、开化寺的香炉、国定古迹万清观、玉皇大帝的灵观，真侪拢是平常时无得看的。平常时真正是无看到，咱若去拜拜，迄插香，迄香炉的种类嘛足侪。很不错，就是可以带动彰化的寺庙古迹被更多地方的乡亲们看见。除了有100多项钟庙的古物展出，现场也有互动体验区，互民众跋杯抽签诗，用趣味方式认捌地方信仰的文化风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着要互民众更较认捌唐德宗，台南有唐德宗纪念公园，也有一条唐德宗大道，甚至也阁有伊的纪念日。即马导演黄明正甲连正辉是用5天的时间来筹备纪录片《找找唐德宗》，透过拜访唐德宗的亲属，也阁有研究过伊的人来讲出伊的故事，希望会当有更较侪人来了解台湾的历史。台南市报恩市头个95，讲唐德宗啥物写在安那，无人讲会出来。台南市中心的圆环，这就是唐德宗纪念公园。228的时，伊就是伫遮互国民政府庆祝。台南阁有一条唐德宗大道嘛，为一说纪念日起过纪念馆。不过，侪台南人所讲袂出伊的故事，这嘛互翕过原生当厝的导演黄明正开始好奇唐德宗是虾米款的人。为什么这么近呢？生活内中的历史，结果跟咱这近，却觉得非常的遥远。就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阅读我们自己土地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在干嘛讲，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地方遗忘了自己的土地的故事，那是一种悲哀啊。唐德宗1907年伫台南出世，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嘛做过警察和律师，因为政事公正，受到侪人尊敬。伫咧228的时，伊参与过维护台南的治安，买手说互政府以叛乱罪甲惩罚。共同导演连正辉表示，真正接触过唐德宗的人已经愈来愈少，这是一场含时间遭受虐的比赛，嘛总算有机会找到伊的客囝唐从模。接触2年了后，伊才慢慢啊愿意讲出和老爸的故事。你知影迄个家兄伊打70多年，伊毋敢甲伊的后生、伊的查某囝讲，为虾米？其实这拢是为着保护因。经过安尼5年，因的家属无熟悉，也透过跟我们一起寻找。找找唐德宗拍算会伫3月19正式推出，团队用无主的方式伫拍片，嘛拜访过侪研究唐德宗的民众，佮去到日本找到伊的亲情，透过无共角度呈现唐德宗的故事。较可惜的是，唐从模先生伫旧年逝世，才到91岁，无法度亲身看到纪录片。导演毋望透过这个纪录片，会当互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故事。记者卢尚祖、郑俊友台北报道。文化部规划大型户外歌戏的音乐剧《164》，这是由国内有名的小生甲小段做伙来演出，要透过台湾特有的戏曲歌戏来扮演台湾历史的故事。新闻带大家来看台声。我会去请灵公主落来诉会家。由2位歌戏的天王孙翠凤甲邓美云来扮演400年前的第2良甲荷兰人，2位王牌来演对手戏，观众拢拍破啊！这出164歌戏音乐剧是将荷兰统治台湾发生的故事，用歌戏的方式来演出。在伊伫高雄开记者会，其中精彩片段是头摆献光。所以不管是164，还是到即摆2024。经过这段期间，咱所看到的是所有人伫这片土地顶面留下因真实的情感，流汗流血，用性命去保护咱这片土地。164是台湾甲世界小队的开始，伫这出戏当中，迄当时有荷兰人、汉人、还有西拉雅、日本人等等。演员讲，164大型户外歌戏音乐剧，拢总有13个团体，来自幕后动员500人演出。用400年前荷兰甲台湾连结来做全新的转型。164当讲是超级大型的户外，而且是
寡语的音乐剧，这个在歌仔戏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所以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么专业而且大众的表演艺术的方法来实现我们谈我们自己历史的过程。这也是高雄中山堂整修以来头一组演出戏剧，这出以着历史歌戏音乐剧，按算历史2伫台南高铁站来做演出，为台湾400年的历史起鼓。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物件直直起，伫英国即几冬是有真侪人开始会去森林挽一寡菇类倒来厝里煮。也毋过，其实有诶野生香菇是有毒诶，就连专家都看无写会出来。这也互英国平均一冬内野生香菇诶中毒案超过100件。瓜那行入森林，万野菇诶专家万成中伫就后对当中野菇，确认气味了后，就开始食。英国气候淡湿，为咗林地真适合野菇的成长，真侪民众去森林拢会摘瓜野菇倒来，毋过万野菇食的风险是袂小。Yeah, so it can absolutely be dangerous. There are deadly mushrooms around, and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them. Thankfully, quite a lot of the deadly mushrooms are on the rarer side. I don't come across too many day to day. A lot of them, the worst that will happen is you get sick. It's the ones that will kill you that you need to watch out for. But 伫网络互人叫做采集美人鱼的穆奇克自细汉对来自俄罗斯的父母，伫森林当中世界探险，个万野菇。万野菇伫俄罗斯比英国更较受欢迎，也互有采集经验的伊会伫网络举办的研讨会，透过社群媒体向大家传授如何采集野菇。To look at where they grow, how they look, how they smell, sometimes how they taste. There's a lot of features to take into account, and onc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ed mushrooms that are edible.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toxic. 不过，英国有15000外种的野菇，部分野菇外形真同款，就连专家甲真有经验的人，拢无法度用外观或者是香味去辨别野菇是毋是有毒。所以每年有不少人因为误食野菇中毒丧死。虽然万野菇来食有危害生命风险，也是有人伫伦敦或者是法国的网络拍卖野菇1公斤22英镑，合台票1330块左右。未少人因为物价起价、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倾向家己办野菇来食。毒理学专家卡尔森认为，办野菇的时阵爱食谨慎，因无一种方法来辨识野菇是毋是有毒。建议想要食野菇，也是去卖场买较安全。公司新闻陈思彤朋友。气候变迁影响到南极徛鹅的生态，其中较介意寒冷的阿德利徛鹅数量是大减，也若较爱温暖气候的巴布亚徛鹅，伊的数量颠倒是有回升，即嘛已经转做是无灭绝危险的物种。发出一种咕噜咕噜含啊啊叫声的巴布亚徛鹅，群住伫智利伫南极的科研基地附近，无用伫扑卵要饲徛鹅囝。巴布亚徛鹅各项叫做是金刀徛鹅，目睭顶冠有一块真明显白色的斑，喙的两边敢若抹胭脂，这么奇怪佮特别的外形，互大家叫伊白麦道长。伊嘛是徛鹅家族内面收上紧的物种。最近巴布亚徛鹅的数量是稳定增加，目前全球有774000只，2018年已经对境外的名单内面除名，该视作是无危物种。中国科学家最近伫南极附近的阿德莱德岛考察，发现巴布亚徛鹅的数量确实是增加，岛上的树已经到8000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企鹅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繁殖群，或者是底下那种连成片的一个大的繁殖群。然后像这种小的群呢，我就可以就是人工直接去数，而对于比较远处的那些比较连成片的企鹅繁殖群，我就需要去飞无人机。但研究人员嘛发现讲，最近岛上的阿德利徛鹅数量大减，目前因的数敢若剩200个。科学家推测，阿德利徛鹅较爱生活伫南极较寒的环境，巴布亚徛鹅较爱较温暖。规年平均气温伫-5度左右的亚南极地区，因为全球暖化，南极的冰暂时融化真紧，对阿德利徛鹅的生存较不利。另外，禽流感的疫情目前嘛传到南极洲附近的群岛，已经有200多只徛鹅去活着死亡。禽流感的病毒有可能继续拖过去南极洲，对已经受到暖化威胁的徛鹅物种造成冲击。公司新闻张平平编译。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是17到20度，中部地区17到26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到26度。外岛地区是12度到2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